Hello， 大家好，歡迎返嚟陽光財經，我係 Sunny。今日係2026年8月25號星期二。標普指數今日升咗 24.42 點，升幅係 0.32%。指數喺上個星期連續下跌之後，呢個星期開始企穩7620點，係一個關鍵位，好友要維持指數嘅7620點以上，先可以以時間換空間，將調整趨勢扭轉，再升多一波。目前20日均線仲托得住個指數，如果以20日均線作為趨勢線，佢股指仲會有一定嘅上升機會。納斯達克指數今日升咗171.11點，升幅係 0.66%。上個禮拜提過兩條中期均線有支持，呢兩條線係30日線同埋60日線，大市只要唔出現大陰燭跌穿位就唔使驚。其實短線大市調整得好溫和。VIX 恐慌指數得15點，算係歷史低位，市場可以話係完全唔恐慌。恐慌指數去到歷史最低位之後，隨時可能會突然暴跌。當恐慌指數突然飆升嗰陣，往往對應住大市嘅大跌，但係我哋好難預測。恐慌指數可以喺低位徘徊好長時間，之後再突然大升，即係話大市突然大跌同恐慌指數飆升係好難預料嘅。通常都係同個意想不到嘅消息變化有關。今日世界大型企業聯合會公布咗美國消費者信心指數，結果顯示消費者信心喺8月份微跌咗 0.8 點，讀數係 89.4。消費者對而家嘅商業狀況同就業市場嘅睇法有改善，但係對未來嘅預期就比較悲觀。喺調查結果入邊，認為而家工作機會充足嘅消費者佔咗 27%。而認為工作難揾嘅比例就跌咗去 19.5%， 但係對於未來6個月嘅商業狀況同勞動力市場就轉為悲觀，認為未來商業狀況會改善嘅比例係 16.8%， 而覺得會惡化嘅比例就係 23.1%。消費者認為未來12個月通脹會略為上升， 61.3% 嘅消費者預計未來12個月利率將會上升。講到消費者信心，就會有兩個指數，一個係密歇根大學嘅消費者信心指數，另一個就係世界大企業聯合會嗰個指數。佢哋調查嘅口徑同重點有啲唔同，但都係觀察美國消費者信心變化嘅重要依據。尋日有觀眾提醒我，講美國加拿大貿易戰，喺兩個貿易談判破裂之後，佢哋就互相加徵關稅。加拿大今日宣布對美國700種價值280億美元嘅商品加徵 50% 嘅關稅，喺9月8號實施。美國對加拿大加徵關稅嘅商品類別主要集中喺乳製品、酒精飲品同埋機動車大類。加拿大對美國嘅關稅主要集中喺鋼鐵同佢製品，其他好似乳製品、海鮮、家電呢啲商品就唔係加徵 50%， 而係 25%。美國嘅進口來源國主要係墨西哥、中國同加拿大。加拿大以 13% 嘅比例排喺第三，但係入邊有相當高比例係能源部分。而加拿大進口最多嘅係嚟自美國，佔咗差唔多一半。加拿大產業結構單一，冇辦法自給自足。喺北美一體化框架下，汽車產業鏈深度融合，一個零件可以喺兩國周轉多次，先至最終安裝到駕車上邊。加拿大對美國經濟比較依賴，唯一可以牽制到美國嘅恐怕得返能源，但能源係出口俾美國，只係聽過對進口收稅，對出口收稅就比較罕見。加拿大政客拎出一份長長嘅反制清單，但係根本唔敢斷咗美國嘅石油同電力供應。呢樣說明貿易戰只係表面上熱鬧啫。特朗普話要將安大略湖改名叫美利堅湖，呢樣有咩實際意義呢？咪就係做場戲俾人哋咯。根據以往嘅經驗，加上股市對貿易戰嘅反應嚟睇，美加貿易戰對美股嘅影響幾乎係零，甚至對加拿大股市都係冇影響。美國財政部喺債務衝上40萬億之後，正努力控制長端利率。投資者普遍認為，財政部雖然一般賬戶入邊有近1萬億，亦都唔可能有錢買翻國債。政府係發債嗰一方，買翻債券本身就係逆向操作，唔係長久之計。我哋尋日嘅分析入邊都講過呢一點。
理性嘅嘢，財政部買債嘅規模同效果有限，但財政部嘅操作可能係類似日本政府以前長期做嗰種叫收益率曲線控制。收益率曲線控制就係買入長期債，賣出短期債，就好似我哋買樓借30年按揭咁，點知發現30年期嘅利率要成7厘，但係1年期嘅利率只係要4厘，咁啊仲喺嗰30年期咁改為借1年期嘅咯，借短期錢去填翻長期雞窿，咁樣都唔係長久之計。短期嚟睇，長期國債收益率嘅上升勢頭可能會被壓制住，但長遠嚟講，市場好快就會消化財政部嘅收益率曲線控制政策。日本實施收益率曲線控制實施咗好多年，但係最近2年真係控制唔住，國債利率都大幅上升嘅。另外，買長賣短呢種操作會增加對短期資金嘅需求。短期利率係由聯儲局控制嘅，特別係隔夜拆借利率。聯儲局每次公布咗聯邦利率，指佢就係隔夜回購利率。財政部借短期資金嘅填補長期金窿，對短期利率會更加敏感，最驚就係短期利率上升。如果聯儲局呢個時候加息，喺貝森特 Basson 之前做咗一切就會前功盡廢，關鍵時刻就要喺聯儲局會唔會袖手旁觀，定係落井下石。Wasser 將會喺本周5喺傑克遜霍爾央行行長會議上發表演講，呢個將會係本周聯儲局嘅大招。大家都好想知道 Woodruff 點樣喺各種矛盾衝突入邊揾到平衡點。第一種矛盾係縮表計劃同債務膨脹之間嘅矛盾。Woodruff上台前主張縮減聯儲局資產負債表，但係政府債務膨脹需要聯儲局買多啲。喺上一次 FOMC 會議入邊，聯儲局已經低調咗講明要買入3年期以下嘅國債，所以Woodruff睇法係縮表，但行動上反而係擴表。美國嘅廣義貨幣增量創咗歷史新高，美元呢種嘅保值嘅貨幣都仲係不斷咁印緊。股票作為美國最重要嘅資產類別，錢多嘅就係要升噶啦。第二種矛盾係預期管理。Woodruff希望減少預期管理，唔做前瞻指引，俾市場自發形成利率預期。但係美聯儲主席天生就受關注，發言亦都少唔到，必須要發言嘅場合好多。例如呢個禮拜下半周喺傑克遜霍爾年會，每年2次國會證詞，1年8次議息會議之後嘅記者會，呢啲都係慣例，佢可能唔公開發言。第三就係美聯儲呢個時候加息，根本就係喺度俾財政部添煩添亂。9月份議息會議雖然概率工具仍然顯示有 36.4%， 但係美聯儲如果喺9月份加息，將會增加財政部所謂購債計劃嘅成本。貝森特同Woodruff都係杜肯米勒嘅得意門生，同門師兄弟，大家清楚對方嘅底牌。呢個時候如果Woodruff貿然加息，你話特朗普會唔會鬧佢呢？佢雖然話今年內仲有一次加息預期，但9月份好大機會都係按兵不動，呢樣嘢對美股嘅高位企穩，唔好咁易崩盤係有幫助嘅。決定美聯儲下一步點行，可能始終都係要諗通脹數據。聽日即係8月26號開市前，美國就會公布 PCE 數據。7月份美國 PCE 預計按年增長 3.6%。比起6月份嘅 3.7% 係放緩咗。7月份核心 PCE 按年增長 3.2%， 按月增長 0.2%， 同樣係輕微下滑。通脹雖然長期高過美聯儲 2% 嘅目標，但亦都冇再上升。加息可能只係掛喺嘴邊嚇下個市場，用嚟打消市場嘅通脹預期就夠啦。佢目前市場對9月加息俾出咗 36.4% 嘅概率。如果到時嘅加息，股市有可能仲會走高。聽日收市後 ，NVIDIA 就會公布業績，呢隻 AI 龍頭股嘅表現可能會影響成個半導體板塊。期權市場嘅價格顯示 ，NVIDIA 出完業績之後，股價升跌幅大概會喺12蚊左右，升跌 5.6% 就差唔多啦。市場對 NVIDIA 嘅業績預期幾高，預計營業收入按年增長 97%。每股盈利翻倍，8%嘅增長速度對應32倍嘅市盈率，估值仍然算係比較低。基本面情況係足以支撐5萬億市值，
但當日升跌仲係要佢公布嘅數據同預期嘅差距。就算遠超預期都未必會大升，因為市值規模實在太大。不過對半導體板塊嘅影響可能係正面嘅。當 NVIDIA 業績翻倍增長嗰陣，數據中心其他硬件亦都會有唔錯嘅增長。展望未來， NVIDIA 嘅晶片將會面臨越嚟越多嘅競爭。除咗老對手 AMD 都有 AI 晶片之外，其他科技巨頭喺投資建設數據中心嘅同時，亦都研發緊自家晶片。NVIDIA、AMD、博通都將無可避免要為下游客戶提供供應鏈融資支援，或者透過入股投資佢嘅訂單。呢樣嘢為半導體行業嘅長遠風險埋下嘅伏筆。以前我哋話半導體有週期，今次 AI 拉長咗個繁榮週期，而且今年 AI 泡沫爆破嘅機會率其實唔係好高，但係出年、後年呢，咁到時再講啦。有觀眾問我話，我揸住咁多科技股，如果科技股大跌，有啲咩對沖策略呢？當科技股大跌嗰陣呢，美股大市基本上都係會大跌嘅。納指100入邊科技股佔比係70%，納斯達克指數有一半以上都係科技或者同科技相關嘅產業。標普500指數入邊廣義嘅科技股都有成一半。如果科技股凍過水涼嘅，其他板塊都唔會好過，可能防禦性板塊會跌少啲咯，例如零售、必需消費品嗰啲。但係跌少咗唔代表唔會跌噶嘛。如果大市因為科技股崩盤，防禦股都唔可能自己升。對沖最好嘅方法就係逃頂，即係喺大升嗰陣賣出，或者買入認沽期權，鎖定下跌嘅空間。不過投資大多數時間都係唔賺錢嘅，真正賺錢同蝕錢嘅就係嗰幾日避開咗蝕錢，都有可能錯過冇賺錢嘅機會嘅。如果今年一路穩定到年尾，標普就連升4年啦。最好嘅對沖就係揸住現金。我呢個人始終做唔到清倉觀望，可能做開長倉習慣嘅，佢嘅淡倉思維。摩根大通分析師認為SPCX 有80%嘅上升空間，目標價係$240。佢好嘅理由唔係火箭，而係 AI。SPCX 收購嘅 Cursor 呢間子公司嘅編程優勢，能夠同 SpaceX 原有業務整合，將 Grok 變成一個集成化嘅人工智能生態系統。SpaceX 目前係反彈後整固緊底部，$194有可能已經探明，睇落有進一步反彈嘅動力。呢波反彈，股價喺第一波解禁高峰頂得住，亦都冇見到大規模嘅內部人士沽貨。不過喺8月23號公開資訊入邊，開始出現咗大手筆沽貨嘅機構賬戶。Dave 同 AXA 分別係愛爾蘭同法國嘅資產管理公司，佢哋減持金額好大，都冇$2000萬以上。我暫時冇買入 SpaceX 嘅計劃，如果反彈咗，佢就只能夠繼續等啦。喺我買咗股票入邊 ，Tesla 佔咗33%，呢個亦都係我唔係好想再加倉同馬斯克有關嘅個股嘅原因，集中度太高啦。最近 Circle 連續反彈，幣圈熱度回升，不過幣圈回升嗰陣 ，Robinhood、Coinbase 嘅升幅更加可觀。CLCL 係見咗底噶啦，之前嗰49.99嘅價位，我哋未來未必再見得到啦。好，咁我哋今日嘅節目就分享到呢度，多謝大家收睇，我哋下期節目再見，拜拜。